大家好，我係 Timothy， 普萊士大中華分銷業務高級董事。2026年投資市場嘅焦點圍繞住幾個主題：人工智能發展、環球企業盈利增長嘅前景，以及各大央行嘅貨幣政策。呢啲因素喺2025年利好市場表現，為投資者帶嚟回報。相信2026年亦會繼續為市場帶嚟支持。但係，鑑於近期地緣局勢風險升溫，令短期通脹預期再度上升，市場波動性增加，加上面對住各大央行政策嘅不確定性，投資者可以點樣應對呢？喺呢個時候，一個夠靈活、夠多元化，而且着重收益同風險管理嘅債券策略就顯得特別重要啦。普萊士多元收益債券基金就係一個以高質素、環球多元固定收益為核心嘅策略，目標係喺唔同嘅市況環境底下，爭取提供收益回報。呢個基金主要有3大特點。首先，基金最少分配50% 喺投資級別債券，平均信貸評級都維持喺較高嘅水平。第二，基金亦係一個多元化嘅策略，會靈活配置喺政府債、企業債、新興市場債同埋證券化資產等唔同嘅範疇，透過多元分散，爭取更多收益嘅來源。另外，基金嘅存續期配置亦都非常之靈活，可以喺0至8年之間作調整。喺過去幾年期間，唔同嘅利率環境底下，投資組合亦都可以作出合適嘅部署，有效應對息口波動。好似近期嘅策略部署方面，我哋就有3個重點。第一，鑑於年初市場對聯儲局減息嘅預期過分樂觀，10年美國國債息率一度下跌，而基金選擇維持較低嘅存續期。之後，利率受到地緣政治事件嘅影響而上升，呢個低存續期部署就發揮咗明顯嘅作用。第二，我哋保持多元化嘅環球配置，並提高美國以外嘅市場比重，令組合可以更靈活把握唔同地區嘅投資機會。例如喺3月份，英國國債孳息率上升而一度逼近歷史嘅高位，基金就利用呢個機會增持英國債券。第三，因應油價同通脹預期受地緣局勢影響而上升，我哋喺近期增持通脹掛鈎債券，幫助應對潛在通脹影響。我哋見到呢啲策略部署得到顯著嘅成效。表現方面，基金相對基準指數展現出較低嘅波動性，而總回報亦都較吸引，顯現到我哋喺管理基金嘅風險與回報水平方面嘅實力。入息方面，透過我哋更主動同更靈活嘅管理，基金喺唔同嘅市況底下都致力為投資者爭取吸引嘅收益。基金現時設有每月派息股份類別，目標年度發收益率達8厘，仲有提供港元、美元同其他對沖貨幣選擇，靈活咁滿足唔同需要。如果你希望有每月收益，重視債券投資同風險管理，同時認同主動管理嘅價值，普萊士多元收益債券基金就值得考慮。憑藉我哋環球固定收益團隊雄厚嘅投資實力，超過3300億美元嘅債券管理規模，同埋靈活主動嘅資產配置能力，普萊士多元收益債券基金致力喺波動市況之中，為投資者平衡收益機會同埋管理風險。T. Rowe Price 普萊士